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主，你是荣耀，你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现在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一起来赞美，将一切荣耀归于在天上至高的神。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诸天宣扬造物主宰，荣耀能力，生生不息，万物都是神迹。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生一世宣扬耶稣生命。奇妙这事全能真神，再来君王，天使天君一同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风风雨雨不能阻挡我的心，困难不能停止脚步。我已决定一生一世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前行。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靠主喜悦，我愿心靠顺服。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欢喜的心，一起用感恩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神要将他的平安归给我们地上的人。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来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诸天宣扬造物主宰，荣耀能力，生生不息，听从神迹。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生一世宣扬耶稣生命。奇妙这事全能真神，再来君王，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风风雨雨不能阻挡我的心，困难不能停止释放脚步。我已决定一生一世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前行。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靠主喜悦，我愿心靠顺服。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他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哈利路亚！愿一切荣耀跟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不要等到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挫折的时候，才让神来介入。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让他带领我们生命的道路。相信每一步都会走得越走越轻省，每一步都带着祝福。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试炼中仍相处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主耶稣爱我们，愿我们都能够坦然向主，坚定的爱主，将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
下许许多多的恩典，尤其是在我们罪的事情上，神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困难跟枷锁。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这边来赞美我们的神。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我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我的恩典，你宝血为我流，我的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抹去我所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抹去我所有重担，你抹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感谢主，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服侍他。神也教导我们要来亲近他，因为神要赐下美好的恩典与赐福，来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当中。在这边，我们要一起来攻祷。首先，我们要为感恩与认罪的祷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祈求。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6篇第3节，请。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主耶和华，你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要赦免我们的罪。在这边，我们要一起来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回到神的祝福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为了我们过去所犯下的罪孽，向你来祈求，求主你将我们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圣徒，跟神一同来敬拜赞美，一起来服侍神。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下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日子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行在主你的旨意的道路中。主，我们要为了我们过去我们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没有荣耀神的事，在这边向你来认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用主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跟帮助。求主你也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都有主你的眷顾，让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都有主你的带领跟看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着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8篇第8节，请。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要将我们的灵、思想、情感、意志，以及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切，无论你是在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要交托给主。这个时刻也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若你的身体有病痛、有不舒服的地方，求你请你将你自己的手放在你的病痛的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要为你来祷告。我们要求神来医治我们的身体，也要求神来医治我们的心灵。若在过去有得罪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能够让我们放下，求主耶稣基督的饶恕放在我们每个人当中。我们要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爱那些过去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来度过这一切。这个时刻，我们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生命中的主，所以虽然我们曾有顺境，也有经历逆境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是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神，你必领我们到青草地上，
让我们安歇在溪水旁。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平安度过。我们也展望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脱去老我，能够有主你新的力量、生命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特别我们要将我们的身心灵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你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的身体当中有病痛的，主，我们请求你怜悯医治，将你医治的手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体当中，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得到帮助。特别求神来看顾我们心灵曾经有受到创伤的，主你亲自来安慰，你来医治。特别主，你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求主你能够让我们能够饶恕过去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这些亲人朋友。我们愿意将这一切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也求神你让我们有新的力量、新的盼望，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跟新的生活。在这个新的日子开始，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保守。这样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继续，我们要为我们今天主日来守望。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请。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这个时刻，我们要为了我们的牧者以及长职团队，以及我们今天有参与服事的这些同工来守望祷告，求神来赐福膏抹，有属天的能力跟权柄，让我们的服事能够成为馨香的祭，能够荣耀神，也利益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要为了本会的聘牧的事工来代祷，我们的聘牧小组能够有神的智慧跟神的意象，能够寻找到合神心意、适合我们教会的牧者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也要为了本主日我们社区关怀健康咨询的事工，以及下个主日我们有定期会员的合会来祷告，求神都来掌权在这当中，让人能够进入到教会，愿意来亲近神。另外，我们也要为了财务部来代祷，让教会的经常费的奉献每月的目标是120万元，求主来供应，并且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奉献，并且我们要为了新任的财务部长同工秀玲执事以及微风执事来感恩代祷，求神赐智慧，并且能够持续来推动会友的约定奉献，我们的目标是80%以上。求神来感动我们的会友，为教会来奉献，投入在教会的事工。所以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站立，我们一起为了教会的守望祷告，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的教会经过了50年，主，请求你来继续来帮助看顾，带领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设立迦南教会，在桃园市区已经有59年的历史。感谢你在过去让好的牧者来带领牧养我们的教会，特别在这个时刻，主，我们要为我们教会在未来要有一位新的牧者，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跟祷告。求主你继续来保守
让我们的聘牧小组以及我们的长职同工所有的会友都能够同心合一，一起为着这一位牧者献上我们的祈求。求神你赐下异象，赐下神你的智慧，在我们的聘牧小组能够寻找一位合神心意的牧者同工，来到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新的一个世代，新的一个意向，向前来努力迈进。所以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即将要进入60周年。主，让我们进入这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主，你要让我们的信徒得到更好的造就跟牧养，你要让更多的牧道友能够进入到我们迦南教会，愿意来亲近主，成为主你的儿女。主，你也要呼召更多的同工，在我们的教会一起来服侍你，也要让更多人得到主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也为了本主日我们的医疗关怀咨询的事工，以及下个主日我们有定期的和会，我们要求神来掌权看顾，让我们的会友都能够愿意来参与以及服侍主。特别我们也为了财务部，求神你带领我们的部长及所有的组长同工，能够合神心意，在主你的事工上来荣神益人，也让我们的教会的奉献由神你亲自来带领，让更多的会友愿意来投入在事工、祷告以及奉献，成为我们教会事工推动的帮助。这个时刻，我们也要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在这边来敬拜神。这个时候我来做消息的报告。今天早上呢，我们非常感谢许荣峰牧师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前来讲道勉励。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再介绍许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许牧师。另外我们请陪餐的会员到我们2楼就49号的2楼招待处来领取2024年的和会手册。那每一户1本因为我们下周日我们只有1场的礼拜在这边33号2楼这边有1场的礼拜9点半开始要来这个礼拜，同时也要来举办我们定期的会员和会所以请我们的会友呢能够记得这个时间。如果有刊物的地方呢，请在49号1楼的公布栏来登记。另外，我们1月6号我们的小会已经正式通过成立了聘牧小组。那小组呢也邀请我们的长职同工跟会友来推荐主任牧师的人选我们接下来是第6任的主任牧师那有意者能够提供牧师的个人履历给我们的代议长老松辉长老，那由聘牧小组会来进行审核。那截止的日期是到这个礼拜6就是2月3日所以请我们的会友如果要推荐的请在这一周内我们再提供给我们的代议长老松辉长老。另外我们下主日刚刚有提到9点半在这边只有1场礼拜，来请我们的会友跟我们旁边的人说，下周日只有1场礼拜。好，只有1场礼拜9点半就开始了所以请我们的会友要提前预备心我们9点在这边小组长就会来点名因为我们要举办定期的会员和会，
必须要有过半数才能成会。所以我邀请我们的会友呢，能够提前来到教会。那会员的名册已经公布在公布栏了哈。如果有异议者，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哈。有异议者，请向我来提出，然后由小会来补正。那我们当日如果没有办法参加的这些陪参会员请向我们的小组长来请假，来请假。好，那么下周日就是在这个地方33号2楼也要来召开小会。小会员请注意，在8点半，我们在这边的会议室要来召开小会。那下周日呢，2月4日，我们下午1点，在49号的2楼，由这个举办长职值日的训练，敬请所有的长职准时出席哈。我们的会友如果也愿意来参与的我们也非常欢迎一起来参与，加入到迦南教会的这个同工服事的行列。好，接下来是我们在这个崇拜部这边有报告，2月10日是大年初一因为当天是礼拜六，因为是礼拜六的原因因为隔天2月11日我们有正常的这个礼拜，所以我们大年初一的新春礼拜暂停今年没有这个新春礼拜。那大年初二，我们2月11日一样在我们的教会有维持2场的礼拜所以我们的会友请注意这个时间，那准时来参与礼拜。好，另外这个是刚刚在第1场已经颁发过我们恭喜我们这边有10位我们教会的会友有完成的这个2024年认识基要真理的6堂课。好，另外我们现在也在49号1楼有这个迦南医疗关怀咨询的这个事工已经在进行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好，再来是社区事工的消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呢定在下主日12点半，在教会新堂2楼在这边来召开113年度的会员大会跟志工大会。那请我们的志工跟会员都能够留意这个时间并且来出席。好，2024年我们新年即将要来到那这边有爱基金的一个消息呢，我们有给这个各小组的小组长，为我们教会这小组当中有需要的这些小组员来申请新年的这些慰助金，所以请我们的区长、小组长注意那到这个就到今天为止那请这个小组长将我们小组当中有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提出申请，那填写完后呢，请交给我们的友爱基金主委严吉会长老。另外是教界的消息我们的宣教牧师即将在1月31号要离任了就是这个礼拜3。那我们也恭喜他在2月3号，就是这个礼拜6早上10点半呢，他将要前往到东部的这个太麻里教会来举行这个就任他是就任太麻里教会的第5任的牧师，有受职感恩礼拜那我们的小会也这个安排我们的淑清长老前往还有我们的一些会友那我们也恭喜陈伯雄牧师。好，接下来我们在这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要一起来欢迎您，请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来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请你起立，我们一起来欢迎你。好，都没有好，没关系。那接着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华语的我们一起来读2次，预备来。在爱里没有惧怕，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惩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约翰1书4章18节，再一次，在爱里没有惧怕，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惩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约翰1书4章18节，我们一起来准备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以感恩的心，一起来为这个奉献来祷告。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软弱这一的刚强，变成这一站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他是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变成这一生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他是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设立了这个安息日，让我们在平日身体劳累的，在今天能够身体能够休息，那平日有心灵有焦虑的，那我们心思也能够得到平息，还有在灵命也能够得到因着今天的牧者的讲道，还有同工们的服事，让我们的灵命也能够得到安息。我们要在今天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来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要来读上帝的话语哈，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1到20节。好，那这1到20节呢，由我来读单数节，那请会众一起来回应双数节。好，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他们到加利利湖的那一边，属于格拉森人的地区。耶稣一下船，就遇见一个从墓穴出来的人，这个人被污灵附着。一向住在坟地里，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用铁链也锁不住他。多少次人用脚镣、手铐锁住他，他却打碎脚镣，扭断手铐。没有人有够大的力气制服他。他日夜在坟地和山野间大喊大叫，又拿石头击打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连忙跑过来，跪在耶稣面前，大声喊：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来干扰我呢？我指着上帝求求你，不要折磨我。他讲这话是因为耶稣已经吩咐他说，污灵从那人身上出来。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名叫大群，因为我们数目众多。他再三地哀求耶稣不要赶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附近山坡上，刚好有一大群猪在吃东西。污灵就央求耶稣说：打发我们进猪群，
让我们附在猪里面吧。耶稣准了他们，污灵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整群的猪冲下山崖，窜入湖里，都淹死了。放猪的人都逃跑了，他们往城里和周围的乡村去报告这消息。大家都出来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耶稣那里，看见那个从前被鬼群附着的人坐着，穿好了衣服，神志清醒，就很害怕。看见这事经过的人，把发生在被鬼附身那人身上和猪群的事告诉了大家。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个曾被鬼附身的人来求耶稣说：“请让我跟你去。”耶稣不答应，却告诉他：“你回家去告诉亲友，主怎样以慈爱待你和他为你所做的事。”那个人走了，开始在十邑地区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听见的人没有不惊奇的。以上。那今天早上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许荣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勉励我们哈。那许牧师是前南港教会的主任牧师哈，那目前他已经退休了哈。那感谢主的恩典，他今天要来分享的题目是从捆绑到释放，从捆绑到释放。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一个神祝福的日子，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话语的启示，来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求你亲自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与主相见。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叫做从捆绑到释放。刚刚我们已经看了这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了。这段经文里面就在讲到一个被鬼附身的人，被鬼附身的人他的一些状况，然后神耶稣怎么样来帮助他，然后他怎么样从捆绑的生活里面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写说是一个被鬼附身，或者是说被污鬼附身，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反应。当然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什么叫做被鬼附身，可能从医学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但今天牧师要带领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跟我们生活的角度，让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连结，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这个就是信仰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所以当我们说一个被鬼附身的人，或者是说鬼，我们有这么样一个联想。鬼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可能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魔鬼、撒旦。那台语把这个污鬼叫做邪行，邪就是什么？不正的神灵，或者是说污鬼，污就是肮脏的意思。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许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有时候也会被类似这些所谓魔鬼、撒旦、恶、不好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来捆绑我们的身体，来捆绑我们的头脑，来捆绑我们的心灵，来捆绑我们的灵魂，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来想想看，当我们对一个人说这个人是小气鬼，当我们对一个人说这个是色鬼，是赌鬼，
然后是肮脏鬼，这是正面的，是负面。负面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用这个标签来标我们。当我们在人跟人的对话里面，我们常常会想说：这个人小心，这个人心中有鬼。哎，表示说这个人不是很正当的，不是很正面的，我也需要有一些预备，有一些防备。所以我就开始怎么样，疑神疑鬼。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这些不好的、肮脏的、邪恶的，我们认为负面的，我们不要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我们是被这些所捆绑的时候，或者所控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像圣经里面所描写这个人的生活的一些类似的状况。好，那这个被鬼附身的人，我们看一下，圣经里描写说他是住在坟墓里面，然后有人用脚链啊、铁链啊把他捆绑啊，他都没有办法把他绑住，然后这些脚链啊、这些捆锁的这个脚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被他弄碎了、打断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制服他。然后这个人呢，住在坟墓里面，白天晚上在那边乱叫。这个人要用石头砍伤了他自己。从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况，我们来看这个人，我们来对比现代版的被鬼附身，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为什么这个人要住在坟墓里面？坟墓是一个正常居住的地方吗？不是。坟墓是一个，是不是过去的印象啊？坟墓都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坟墓都是不是我们需要、我们要的地方。为什么这个人要去住在坟墓里面？某一方面来讲，就是他跟现实的社会已经有脱节，甚至是他逃避了现实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在逃避现实的社会？我们在逃避今天，我们不敢勇于面对今天，甚至是明天。我们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就好像住在坟墓里面。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经验跟心境？如果是学生，希望他早上起来的时候，难道跟他爸爸妈妈讲说：“我今天肚子痛的要死了，我厕所一直跑。”能不能跟老师请假？今天不要去，因为今天要什么？要考试。对不对？我们上班的人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嘛，对不对？明天要接一个很大的业务，压力大到晚上怎么样？睡不着觉，就开始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希望明天早上怎么样？我要坐的大的那个捷运怎么样？刚好发生事故，所以没有交通车可以过去，或者正当理由可以不用去，或者是半夜的时候接到老板的电话说明天那个谈业务的那个谈判临时取消了，我不用去。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要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逃避我们现实的社会，躲到另外一个角落，逃避我们要面对的。缺乏那个勇气，我们能够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就好像这个人住在坟墓里，逃避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人圣经里面描写什么？描写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困住啊。他说，连铁链、脚链困不住，他的手困了，他的脚也都不能啊，没有人可以捆住他。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心境。不要有任何人来捆住我，不要有任何人来约束我。过去很早以前有一句话说：“只要怎么样，我喜欢，有时候不可以。我最大，只要我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控制我，没有人可以给我约束。只要我不受约束，
特别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时代里面，我们多少时候是活在自我。我们不需要耶稣，不需要有条款的耶稣，不要有法律的耶稣，不要有道德的耶稣，不要有宗教的耶稣。讲太多了，你们都不能够。就算是要把我铁链捆锁了，他说也让我挣断。所以说圣经描写这个人铁链脚链的被他打碎了，被他挣断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制服他。所以不止我一个人不受约束，我还在里面。为什么没有人可以约束我？因为我拥有一个恶的势力，好像我的拳头比你大，好像我的讲话语话术比你强，好像我比你厉害，所以你讲什么都没有办法。我行我素，甚至于陷入在一种已经是一种沉沦，一种被捆绑的状况。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个恶的势力，恶的势力，不好的东西在影响你的头，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抉择，影响你的决定，活在那种光景里面。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里面，就像这一个人，他不止逃避世界不受约束，他拥有一个恶势力恶权，在他的人生里面，在他的日子里面，他更怎么样？他说，在坟墓里面，白天晚上乱叫。如果有一天当你走到比较传统的那个坟墓的，然后你走过去，有人在这个地方白天叫，晚上叫，你心里面会安吗？毛骨悚然，心里不安。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的恶的势力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造成很多人的不安，造成很多人的不放心，造成很多人的困扰。有时候让你的家人，让你的朋友，让你关心的人，甚至于这个人，他用石头砍伤他自己，他伤害了我们自己。有时候很多恶的势力、恶的不好的东西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好像是说我们跟人没关系，但是其实你不只让别人困扰，你自己在伤害自己，自己在伤害自己。有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电动，然后活在电动的世界里面，让你的家人们很不放心。那更重要，他自己在伤害自己。他伤害了他自己怎么样？跟人之间的良好的一个正常的互动。他伤害了自己什么？伤害了自己的眼睛，怎么样？眼睛都去伤害他自己的身体。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安静的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些状况跟这个很像？有时候我们想要逃避世界。有时候我们想要不受约束，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恶的势力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有时候我们造成很多人的不安，有时候我们陷入在一种自我伤害的过程。或许我们曾经有，或许我们现在有，或许我们将来或许也会遇到。活在当下，这些就是我们的捆绑，捆绑在我们的肉体，捆绑在我们的心灵，捆绑在我们的生活，捆绑在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捆绑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活在当下，有什么东西捆绑了我们？有什么东西捆绑了我们？当我们到捆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期待？很期待得到释放啊？是不是？是不是希望得到释放？找谁呢？找专家没有错，找好朋友没有错，找闺蜜没有错，找知心的人没有错，找老师没有错，找辅导没有错。我们期待需要很多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信仰的群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曾经找到了耶稣。当我们有这些捆绑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比别人更幸福的是有我们可以多找一位
那个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没有的。我们可以找耶稣，我们可以找耶稣。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当这位被鬼附身的人，他怎么样在耶稣面前，耶稣来医治他，来让他在被捆绑的当中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好，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看到耶稣怎么样描写？当耶稣怎么样来帮助这位被鬼附身的人？怎么样来帮助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耶稣开始跟他有一些互动。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你的名字叫什么？你叫什么？”后来他就说：“我的名字叫群。”他就开始介绍自己，说了很多。后来渐渐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耶稣就让这个污鬼从他的身上里面离开，然后这个污鬼就进入了在当时的一些猪里面，然后这整个的猪群就怎么样，就投到山崖下面，就投到海里面，整个污鬼跟这些猪群就死了。接着呢，当中的人就看到了一件不一样的一个变化。这一位从前被鬼附身的人，他就穿着衣服，穿上的衣服。我的版本写得更清楚，他就头脑清醒了，头脑清醒的就穿着衣服。然后后来这一位被鬼附身的人，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个被鬼附身的人就跟耶稣要求了一件事情，他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耶稣，我跟你同住，或者是说我跟你同在。”就耶稣跟他同在。好，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这样的描述里面，看到耶稣如果帮助这一个被鬼附身的人，我想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可能要跟耶稣产生一个互动，让耶稣来帮助我们。第一个，耶稣说什么？说你叫什么？当我们跟一个人要发生一个有关系的时候，一定是从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介绍开始，对不对？耶稣问说：“你名字叫什么？”当你想要让耶稣了解你更多，当你为你的这句话了解更多，你除了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之外，你会不会什么想多说一些？我所认识的我的自己是什么，让你也认识我。就像我们有病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当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除了问你的名字以外，核对你的名字以外，医生会问你什么？会问你说，你对你自己到底你要找我，你对自己了解多少，认识多少？为什么你要来找我？你哪里痛？你哪里不舒服？你要我帮助什么？同样的，当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时候，要寻求耶稣帮忙的时候，耶稣第一个步骤是要让我们先明白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怎么样的人，活在当下。为什么我要来找耶稣？活在当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苦毒？我有什么样的罪在我当中？我有怎样的目前有怎样的软弱，怎么样的有限，怎样的不足？我目前的现状，我怎么有什么样的需要？要让耶稣知道，要让医生知道，要让别人知道。所以来到耶稣，祈求耶稣帮助的第一件事情是，耶稣要让我们怎样？你先要坦白的面对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好，再来，当耶稣第二个的一个大动作是，就看到这个污鬼就从他的身上离开，在那一群猪里面，就附在那一群猪里面，整个猪里面就投到海里面，就淹死在海里面。淹死在海里面，就是从这个世界里面消失，离开了陆地，到海里面。意思说，这个污鬼，这个脏的，这我们不要的，已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我们需要人家帮助，我们常常需要是你的帮助给我是一个彻底的帮助，让我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就好像你去找医生，
当医生开始给你治疗的时候，你对医生有什么期待？你都会问医生说：“好，你给我开这些药，这些药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所有的这些病痛都解决？你帮我开刀可以，但是要把我的刀开得很清楚，把我里面所有的这些脏的、不好的细胞、不好的东西、不好的器官全部拿掉。我们叫做什么？断绝、清除，全部都落掉。所以，当耶稣要帮助我们，其实耶稣是要帮助我们到一个程度，是要让我们这些不好的、这些罪、这些恶，完全的离开，完全的离开。这也是我们的信心的考验，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来到想要寻求主耶稣帮助的时候，耶稣开始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罪、这些捆绑的东西全部释放、全部逃掉的时候，如果这个步骤如果用我们信仰的术语来讲，叫做什么？叫做悔改，叫做悔改。悔比较容易，但是改比较困难。但是悔改要一起。悔改在英文叫什么？英文叫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心思。就好像我去找医生一样，医生要帮助我，然后我说我要让它变得完全的断绝，然后医生说好，你要有一些改变，改变你的过去的生活习惯，改变你错误的想法，改变你的一些阻碍你怎么样能够突破，能够身体更好的地方，你要有一些改变。change your mind，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断绝所有的罪，所有的恶，因为这些罪、这些恶，就是捆绑我们所有的一些源头，也就是撒旦魔鬼最容易掌权的地方。后来圣经描写到这个人就怎么样，就坐着。本来在坟墓里面就躺着，然后坐着，然后穿上新衣。有的版本写得更清楚，就是说他就清醒的坐着，穿上了新衣。用我们的信仰的术语叫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好，接着，我们一起来，好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过，都变成新的人。好，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穿上新衣。我们想，什么叫做成为新人？什么叫做穿上新衣？我们教会外面百货公司好多啊。好，最近有去买新衣服的举手。都没有啊？好，不敢讲。好，假设你们去买了一个新衣服，拿回家，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要不要找一个镜子，赶快把旧的衣服脱掉，再穿上去，然后看着镜子，看出啊，好。然后希望旁边你的儿女、你的先生、的太太在他们掌声鼓励说：“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心情那天特别嗨，穿上新人。但是，假设你那天买了新衣服，你想换上新衣服，但是你刚好怎么样？身体流了很多的汗，觉得有些臭味，有些肮脏。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你穿上新衣服，你会觉得很舒服。不会吧？你会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对不对？冲一冲，洗澡，把这些脏的东西，让脏的东西怎么样？除掉，然后穿上新的衣服，同意吗？还是你们买了新衣服都不洗澡？当然，你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大概都 OK。穿上新人就是这样，断绝罪恶。所有的除掉，成为新造的人。后来这个人就跟耶稣要求耶稣一件事情说：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说耶稣啊，求你跟我同在，求你跟我同在。
我们信仰里面最宝贵的是，常常我们到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忘记了进入第4个步骤，求主同在。好像拿到一个门票就觉得 OK 了。其实我们人有软弱，我们就算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们人有的软弱，我们有这个社会环境的一些诱惑试探，有时候我们就在经意不经意里面，我们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回到从前，还是会跌倒，还是会走入黑暗，还是有时候还是会被捆绑。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新造人之后，我们需要再往前。耶稣啊，你帮助我！耶稣啊，你在我身上，你跟我同行，让耶稣在我的生活里面跟我同行。如果我有要跌倒的时候，你来提醒我；如果我有做错，你来教导我；如果我需要关心的时候，你来关心照顾我。耶稣跟我们同行，不要忘记了，这个基督徒，你的生活，耶稣要24小时在你的身上。好，这个就是被鬼附身他得到了医治。我想，我们都渴望被医治、被得释放。从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渴望被医治，渴望被得释放。我们可能告诉别人，可能告诉自己，但是同样一句话：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让耶稣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耶稣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今天的经文里面，在整个那么长的经文里面，穿插了一段小小的一个事件在里面。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群众人，我们就把它称为说是路人甲乙丙丁好了。这些众人跟着耶稣走，一路上看到耶稣讲了很多的教导，讲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事，甚至于神迹奇事。但是这些众人，在这个整个的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画面里面，你看到什么？看到这些人，当他看到这个人被鬼医治，他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对这个人的角度，好像另外的一个角度在看。圣经里面看什么？第一个，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当这个人被鬼医治、被神医治，成为新造人的时候，也成为一个新造人，这些人竟然害怕。然后这些人呢，看到耶稣做了这样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请耶稣说：“你赶快离开，赶快离开。”然后还有一些人呢，特别对数目字特别有敏感，他就去算一下，哇，跑到那个山崖下里面去，埋在海里面的那些猪多少只啊？2000只猪啊！为什么当耶稣在我们当中行了神奇，耶稣让我们得到改变，或你的同工得到改变，或你的朋友得到改变，但是为什么害怕？圣经里面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到底害怕什么？是害怕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疑心疑鬼，有一些疑虑，还是没有准备好，还是不想做改变？很多的因素。这个人现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害怕说是不是这是在演的，演很大，会不会哪一天又怎么样，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或是害怕说，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是害怕耶稣，到底耶稣真的是有这么大的神迹吗？是真的能力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害怕说，就好像他们说耶稣离开我们了，正式离开我们，因为怎么样？这个神迹太大了，我们受不了，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还是说我们安于现状就好？还是说我们说，哎呀，怎么让这样的一个躺在坟墓里面，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认为是最底层的、
最没有用的、没有贡献社会的人，竟然为了他牺牲了2000只猪，值得吗？2000只的猪啊！假设了，假设说我们是一只猪是1万块，2000只猪多少？2000万，数目不少吧？到底这2000这样子值不值得？圣经里面没有答案，但是带给我们去思考，带给我们从教会的角度、从事工的角度、从福音的角度、从信心的角度，从我们愿意看到耶稣拯救到一个最底层的人，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思考什么？好，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大概要做一个最后的结束。当这个人耶稣上船的时候，这个人恳求跟耶稣同住，但是耶稣最后又说了什么？圣经里面描写说，耶稣不允许。有的版本的意思是说，耶稣暂时没有答应。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说：“你回家去吧，你先回家去吧。我要跟你同行，但是期待你先做一个动作，你先回家去吧。然后告诉你的亲戚朋友，我怎么样的怜悯你，改变了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或许这个家曾经是这个不鬼附身的人伤心的地方，不接纳的地方，或者这个家也曾经帮助过他，但是后来没能力帮助过他的人。这个家或许因为跟他一样是完全都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家或许也有人跟他一样有这样的光景，需要有一些捆绑，希望得到医治。你回家去吧，你回家去吧，让你的亲戚朋友、你的骨肉也能够得到释放。你回到你的办公室，回到你的家，你的家就是你生活的地方，你原来生活的地方。神要医治我们，是要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的情境，做光做盐，为主做见证。所以耶稣有给他一个挑战。所以当我们得到医治、得到神的释放、得到祝福的时候，记得第一个，祈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跟我们同在。第二个，我们要稍微回馈一下，稍微回馈一下，好不好？不要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只享受上帝在我自己的恩典，稍微回馈一下，甚至是勇敢的回馈一下，把我们神所做的事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人就走遍了底里波里整个的区域，那他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众人都因为这样稀奇。有的版本的圣经就说，众人就因为他的这一件事情，他所传递的这件事叫惊奇。什么叫惊奇？惊奇叫 surprise。神的作为就是惊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透过神在身上的作为，让人惊奇，惊奇我们的改变，惊奇神的作为。好，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下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敬拜团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何等恩典，来回应今天神帐当中的动工。可以的话，我邀请大家，我们起立，好不好？一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爱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
稣，我们谢谢你，何等的恩典，你让我们得医治；何等的恩典，你让我们得释放；何等的恩典，你让所有的枷锁、所有的负担、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捆绑都离开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透过这样的经文，让我们不再被所有的一切所捆绑，我们成为一个得医治、得释放、得胜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悲上帝的怜悯、圣灵的同在保守，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们。诸天宣扬造物主宰，荣耀能力，生生不息，万物都是神迹。靠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生一世宣扬耶稣生命。奇妙测试全能真神，再来句话，天使天君一同高声颂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风风雨雨不能阻挡我的心，困难不能停止是否脚步，我已决定一生一世跟随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前行。虽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靠主喜悦，我愿心靠顺服。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给他喜悦的人。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边，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来请安祝福，平安，上帝赐福你们。